打壓示威常客，楊康再被控兩罪。上個禮拜五，先因為中聯辦外襲警案被判入獄14日嘅楊康，仲坐緊監。尋日又因為今年6月反政改集會嗰陣衝出馬路抗議，被控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。佢同另外3個人禮拜五提堂，仲未完家。楊康加料被控今年1月參加反高鐵集會時涉及刑毀。葉浩義就話警方根本係有心打壓。佢知道香檳案入唔到我罪，佢所以要用另外一單案件嚟到起訴我咯。再加埋我即係一個反政府嘅政改方案嘅立場，佢覺得已經標籤咗我哋係一個搞事嘅分子。其實唔止佢哋4個㗎。我如果唔係有招到，還我講嘢自由，還我公眾自治。公眾席嘅人士立即肅靜。陳景輝被控干擾立法會秩序，而蔡淑芳就被指剪爛鐵馬上面嘅膠索帶，涉嫌刑毀同埋阻差辦公。即係個容忍量會越嚟越少咯，同埋你最荒謬就係有乜理由啊？開支香檳啲泡沫彈親都有得係捉嘅啫，係嘛？即係我哋覺得好荒謬，呢個係令到香港咧係成為笑柄嘅。卿姐回歸前都試過瞓街示威，當年冇被起訴，但佢話唔可以咁比，因為當年條街封咗冇車禍。